在地人在地情，云林四湖乡的朴仔寮是一个小渔村。为了要发展观光，当地公所特别邀请艺术家打造一身3米高的蜡雕的佛像，利用光线折射、反射的作用来制造视觉错乱的效果。安尼一来，不管行到达，这个佛像的目睭，哪像你咧甲咱近近看，相当的特别。这嘛是全台湾头一身蜡雕的作品。往正边行，佛像的目睭亲像咧看我，但是详细看，这是一座蜡雕；对边看，身上是蜡的，但是正边看又有立体效果，真神奇。超美、超立体。民众第一个看到，感觉真特别。下面的光线去反射上面的光线，它整个是反差的。那在走路的时候，它就会跟着动了，是因为角度的问题。创作者讲，伊是利用光线的折射形成对比的作用，打造出视觉错乱的感觉。这座蜡雕3米高，在云林四湖乡的朴仔寮是全台第一。不但是蜡雕看头，边仔也阁有一道双面墙，嘛真厉害。这边看过是弥勒佛，往倒边行看过变成淡墨。现在不一样，变达摩出现了。彩绘艺术结合生活，乡长讲伊要努力拼观光。朴仔寮这个所在是这个小渔村人口外流严重，希望会当带动足侪这个游客会当来到阮四湖朴仔寮。小渔村靠着蜡雕甲彩绘墙，嘛希望会当变成做拍卡热门景点。